特國那拉病魯阿贊朗屈晒球呢款咧係響泰國同埋香港、中港台都好多人中意收藏同埋佩戴嘅非佛上女性物昆蘭狂芹。相傳咧，當年有一位叫做咩難鎮嘅女神入到去阿贊朗嘅定裏邊，去教阿贊朗點樣去製作呢一款符通。響研發嘅時候咧，咩難鎮女神亦都同阿贊朗講話：呢套法術只可以傳俾你一個，你唔可以再傳俾其他人。所以喺阿贊朗圓寂之後，呢一套法術亦都隨住師傅向呢一個地球上邊消失咗。而特國那拉病魯相傳有兩種最大嘅功效。第一種咧，佢哋泰國人相信可以防止子彈同埋槍擊嘅傷害；而第二種咧係所有人都需要嘅反彈功效。相傳如果邊個佩戴你嚴守5戒的話，你戴喺你嘅身上邊，任何嘅人、小人、官非、是非，所有想傷害你嘅人，佢哋嘅惡意同埋傷害都會反彈翻去當初傷害你嘅嗰一個人身上邊。而阿贊朗生前由2014年開始製作咗好多唔同版本、唔同材質嘅符管。喺我手上邊嘅呢一支咧係黃金版，亦都係最頂班嘅，有好少部分咧頭尾會打印，而大部分嘅咧有純銀版或者子彈殼版。如果你哋都中意泰國聖物嘅資訊的話，歡迎關注同埋 follow 我嘅頻道，我係 AC 香港泰發行，多謝你哋，各位觀眾。